有声音吗？喂喂喂，麦克风测试，测试，麦克风测试，测试测试，测试。喂喂，测试有听到？Hello Hello。刘兄这平安，吼出日头的好日子，吼而且足大松的，足爽快，吼但是因为即马冷哦，咱衫穿多，会记得啉水。吼，第礼拜头前，咱先同齐来祈祷。听我主，阮感谢你，是清早的时，阮看见日光为东方发出，带领阮来调记你，恳求你帮助带领阮，互阮所献上的。互阮伫即个所在聚集的时，阮拢仰望你；阮唱诗歌的时，阮大声学乐你；当阮祈祷的时，阮面见你的面。恳求你帮助带领，互阮今日个礼拜中，会当互阮得到平静，互阮的生活上得到快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啊，刘兄，这平安。来，咱今日练诗的时间吼。
咱今日圣诗第一首要练的是18首，这拢是真实的诗歌啦吼。所以咱来个唱一遍第一节，我心无落上帝。我心无落上帝，自然养我的病，天地万有三甲因相，无落伊大尊名。树木残垣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你大权应用光，真爱讲伊照真。第二节，我心无落上帝，世间情人的病。空中飞鸟，吟诗出声，学落伊大尊名。溪水草木青翠，芳花果子结穗，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大人。我想这首诗，咱大家真熟的诗，歌词其实咱嘛真熟。这个情景其实是真水的情景。自然养我的病，天地万物三甲因声，咱学老以大尊名。昨选举煞啦吼，我电视甲关起来，我感觉讲，哎哟，阮兜哪会遮安静，拢无啥物交叉的声吼。所以选举咱就是告一段落啦吼。咱今日真感谢主，咱搁倒来上帝面前，要来敬拜伊。我心无落上帝，请咱搁来吟第一节。我心无落上帝，自然养我的病，天地万有三甲因声，学落伊大尊名。树木残垣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眼光，真爱讲伊照真。好，咱再来念另外一首圣诗537首，圣诗537首。迷路的人就行倒转，这嘛是真熟的诗啦吼。这种诗歌拢是对民谣来改过来吼，所以听起来咱真轻松的这个气氛吼。537首，573首，歹势。我准备唔着首，即马较有年纪吼，573、537。好来，573首。我的心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世事魔鬼地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交叫，伊要牵我手。第二节，我的听心若地灵，伊要牵我手，因为我心无坚定，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
我手，因为耶稣听我交给，伊要牵我手。咱不管伫什么情境内底，咱就想着讲，这个时阵有一个人拢要牵我的手。细汉的时候，我会感觉安尼真放心；甲老来的时，咱感觉哎呦，咱嘛是需要有一个人伫牵咱的手。所以这首诗歌讲到咱的心若无定叫的时，因为耶稣听咱，伊要牵咱的手。无论咱伫什么情境，我想咱的一生中，咱定定拄到真侪情境，毋是咱心所愿的。但是咱有一个信心，主要牵咱的手，请咱过来念第一节。我的心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世事魔鬼地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交给，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交给，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请咱闭目心来敬拜上帝。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全地为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为吟诗学乐你的名。即时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4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伫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40篇。这是三甲来启应。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眼光充满全地，门槛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这是三甲大金诗，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我心俄罗上帝。我心俄罗上帝，自然永远的爸，天地万有三甲应声，俄罗以大尊名。树木残痕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严根，仁爱公义昭彰。请起立吟全首。我是摩罗上帝，主人养我的爸，天地万有三甲应声，俄罗伊大尊名，树木残水泉，强冲大海关山。地
济。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疼惜台湾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的生活中看顾阮、带领阮，指示阮头前的道路。你也赏赐民主、自由意志互阮，阮会当用行动，也就是投票来选择未来治理台湾的人。昨阮已经选出下一任的总统甲地位，求主继续看顾台湾即个土地。也使智慧伫遮的政治人物身上，毋敢若是用喙讲，也用实际的作为来行动，提供百姓搁较好的服务，以及好的生活品质。阮教会也要伫1月28号举行会员互会，除了了解各团契以及组织伫今年度的计划，明白教会的事工。以外，阮当时要补选3位执事，愿公义的主呼召遮的候选人，有比家己来回应上帝，诚做教会的同工。教会中有侪侪身体欠满的兄姐，求主医治的手临到因，治疗恢复的过程拢有你的安排。也照顾因的家庭，已经照顾者，圣性的同在，使因竭力陪伴需要的人。主，你嘛是和平的君王，阮也要继续为着国际的动乱来祈祷，互国家甲国家中间的冲突会当哪来哪少，彼此用疼来款待。疼惜细囝的主，即时学生已经有考试了的，也有一部分的学生伫即礼拜要举行考试。阮也要特别为着1月20号到22号大学考试的学生来祈祷，面对考试有平静的心，好的准备，选择大学的时拢有助你的安排。愿主也继续带领阮教会诚侪文山地区的祝福。报扬你的福音，无论啥物款的人，拢有机会领受你的恩典，建造属伫主的门徒，承接信仰的传承。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即是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8章第20到28节。路加福音第8章第22节。有一日，耶稣甲伊的学生上船，甲因讲：“咱来去湖的迄边岸。”就开船。行的时，耶稣困去，有暴头风拍落来湖里。船内的水差不多满，正在危险。学生群外叫伊醒，讲：“先生啊，先生啊，要无命啦！”伊就醒，即避风甲海眼，风眼就煞也平定。伊就甲学生讲：“恁的信伫倒落？”因就惊遐奇怪，三甲讲：“这是啥物人？命令风甲水？”因也顺伊，船到吉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离开船上岸，有一人对城里出来拄着伊，是犯着鬼的，久久无穿衫，无踮厝内，独伫坟墓中。看见耶稣就嗷叫，拍伫伊的面前，大声讲：“至高上帝的囝耶稣！”
我甲你有啥物干涉？求你目的苦楚我。即时，请少年团体献诗，因要献的诗是《祝你的疼》。即时，请联合传道书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我相信”。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互阮有遮好天气，做伙伫教会内底来礼拜，听上帝的话语。伫开始之前，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真好的天气，互阮伫遮一透早就来听见你的话语。求你来安静阮的心，开阮的心，属灵的眼光来看、来听你所要教导阮的信息。求你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平平来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老早
伫今仔伫新的一冬，团队要透过6讲的一个讲道的分享，来甲大家分享使徒圣经。后壁6讲，我要来分享的是主的祈祷文，想要透过咱逐礼拜所伫礼拜中间所宣认，也是所祈祷的即两个信仰个别，也是祈祷文，会当来互咱会当更加来深入来了解，伫即个信仰内底的一个深度，甚至是讲即个意义到底是啥物。所以伫今仔日，我要先来讲第一段。今仔即段我要用路加福音第8章22到28节来讲。第一段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邀请只是大家来对我做伙念一摆，好无？预备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好，到这就会使。这个是那个华语版的，嘿，好。今仔日的经文是一段耶稣甲伊的门徒要去伫咧传福音过程中间的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可能大家拢真熟嘛吼，就是门徒伫迄个船顶悬真惊吓，然后伫遐喊。这个故事其实伫马太甲马可福音嘛拢有记载，看起来嘛差不多。但是当咱较详细来了解时，会发现讲路加福音的这个作者就是这路加，伊挑工要甲这个重点放伫一个，亲像是一个门徒训练，就是这是一场耶稣对伫伊的门徒的一个训练啦。所以当咱继续来看落去，其实伫第9章的时阵。耶稣调伊12个门徒来组织，然后赏赐因能力甲权柄，要差遣因出去来传福音。所以这是因咧出去传福音进前的一个，算是一个训练期末考。我知影真侪青少年即礼拜嘛要开始来期末考吼，爱加油。伫遮嘛会当来看到的，就是伫第8章的时阵，今仔日耶稣伫即章的经文内底。耶稣伊行出一个真超越即个大自然的气力甲权柄的一个新约。即个新约是啥物？就命令即个风甲海爱安怎爱平静嘛，对毋对？伊要表明的有2个意思。第一个是迄当时的人认为伫个大水，也是讲海，这拢是属伫即个邪恶的即个世界，因为。即个水会定定来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因认为海是属伫邪灵所住的所在。耶稣伊要透过即个新约来表明伊赢过一切伊大家遮的人所惊吓的邪灵、黑暗的即个关系。伊要透过即个新约来互大家知影，伊才是超越遮邪灵。邪恶的势力的遮的溃烂。第二个是要展现伊家己就是甲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有亲亲的关系的一个证明。所以甚至有的人认为，这段经文内底耶稣所行的即个新约，会当来连接伫创世纪迄位创造水甲海的上帝，因是有亲亲的关联的。伫遮嘛看见，当即个新约了后，遮个门徒开始咧讨论讲：即个人到底是啥啊？到底阮军队的人到底是啥？即个答案伫后壁迄个故事的公布答案啊。伫咧即个命令风甲海的即个新约结束了后，耶稣甲门徒因渡过一个加利利海，去到一个叫格拉森人的这个地区，伫遐的时，伊碰到一个互邪神附身的人，迄个人足恐怖的吼。经文记载讲，伊是互连啊北的，有时甚至会甲迄个铁链去用抽断安尼。伊住伫蒙阿波内底，当伊看到耶稣来的时阵，伊喊啥物？至高上帝的囝耶稣。至高上帝的囝耶稣，你莫插我！
我恳求你，毋通互我苦楚。然后即个鬼就安怎就出去啊。然后伊跳入去一阵人饲的迄个猪内底，结果坐只的猪就起痟，撞入去迄个山骹，啊，然后跳入去海内底去淹死。所以迄饲猪的一定就无欢喜的吼，这是真大的损失。但是伫遮了后，咱看去，互迄个鬼附身的迄个人，伊就走来甲耶稣讲：耶稣，我敢会当跟对你？因为伊知影哦，安尼当着真正大尾啊，对毋对？吼，爱找伊来做客，所以我要对你嘛。但是耶稣煞讲啥物？耶稣伫遮讲一个重点，伊讲啥物？伊讲这是叫你伊甲讲，你爱等于传扬即个福音，传扬即个上帝为你所做的代志。上帝为你所做的，即个上帝毋是讲耶稣伊家己哦。伫咧希腊文内底，伊是讲 Theos 是一个三位，伊是咧讲咱讲的即马当然咱讲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即个概念。所以耶稣伫迄当时，伊毋是咧讲伊家己哦，伊是讲上帝替你做的。所以伊嘛是咧表明，伊的困难毋是在伫伊家己尔，是在伫即位上帝所想事，然后予伊替伊做成即件代志。耶稣透过平静风甲影的即个大神爷，搁记载伫即个邪神附身的人的身上。即两个神爷，伊是要显出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到底恁的信心伫倒位啊？遮个门徒的信心到底伫倒位？过来，就是耶稣到底是啥？即两个问题是路加伫即个经文内底所留落来，互咱每一个咧读即段经文内底的人，伊的两个疑问。若是安尼，咱的信心搁伫倒落？当咱面对着即个困境甲患难的时阵，咱对耶稣敢有正确的一个认捌，直到咱会当全然来倚靠伊。这嘛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基督信仰伫咧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深深的问题，就是讲咱相信的信心到底要对对来？咱所信的这位上帝到底是啥？敢有人想过这款问题？应该有吧吼。伫咧思考这个信仰的过程中间，咱一定会真侪的疑问，想要来求问，讲到底这个信心，到底这位上帝是对对来的？伫第8章的经文中，咱看见遮会当来提醒咱，这个部分就是耶稣伊到底是啥？所以团队要透过一档的一个讲道的计划，希望来甲大家来分享信仰个别的重要性。每一摆当咱伫咧礼拜中间的听书来读信仰个别的时阵，咱应该爱用啥物款的心情来宣告？只是想要邀请大家吼，会当来献一下神圣诗的。咱来看一下神圣诗内底有对一个信仰个别好无？有啥物信仰个别？敢有使徒圣经？有吗？有吼。啊，敢有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有吼。啊，其实吼，应该爱阁有一个尼西亚圣经啦。我的迄个 APP 版本的神圣诗内底有。啊，阮即摆神圣诗该若是无吼，内底有吗？内底嘛有写吗？有哦。内底敢有迄个尼西亚圣经？有哦，赞。好。这三个其实拢是咱属伫咱解决中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即个信仰个别，所以咱小可来做一个顺序的排列吼，帮助咱会当来更加清楚即中间无共款的所在。当我咧讲的时候，你嘛会当来哪现哪看哪听安尼啦吼。上早出现的是对一个使徒圣经，使徒圣经是伫迄当时的流传落来的一个圣经啦吼，但是过来，这是伫咧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时阵所定出来一个叫做啥物？尼西亚圣经。所以尼西亚圣经是属伫所有大公教会
大公教会所承认的一个圣经。伊伫即中间，伊是用使徒圣经来做一个基础，然后佮将三位一体的上帝来做一个真好、较有系统的一个表达。所以总是有个人嘛会认为讲，即个信仰吼，就是爱回应逐世代、逐个世代背景、甲经济啊、政治啊，也是讲宗教、民情、风俗的问题。所以嘛，因为安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伊嘛伫1985年来完成一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信仰告别。这就是要回应伫当时迄个时代背景的信仰的问题。所以咱用即半冬的时间来，咱即半冬的时间，咱拢会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所以团队希望吼，会当来帮助咱大概咱咧读信仰告别的时阵，咱会当豆豆啊来读，一段一段来读，会当来更加来了解即其中的原因甲意义，甚至这是一段用血、用性命所编写出来的圣经。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其实伫迄当时，使徒圣经的上早的记载是找无的，但是有个人讲，有个人传说啦，传说。是讲，迄当时吼，12个门徒吼，因要出去传福音嘛，所以吼，因就为着讲，你讲的甲我讲的可能无共哦，你讲的甲我讲的可能佫无共，算了，大家来记，要出去传福音之前吼，大家一人出一句，拄仔出12句，就变做使徒圣经。当然，这经过侪学者的研究，认为这应该毋是真的。当然，后来研究了后，发现讲，上早的一个使徒圣经。是记载伫一个教父时期中间的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就是伫第4世纪的一个安波罗修的主教。伫伊的作品内底有记载着一两段的使徒圣经，一两段尔。后来伫第8世纪的时阵，一个圣皮尔明传教士伫伊的作品内底。才发现有完整的即个使徒圣经。总是，若搁要较早来讲，搁推前较早来看的时阵，使徒圣经会当是伫使徒行传的时阵，第7章，司提反伊要殉教的时阵。殉教是啥物？就是一个人为着要坚持家己的信仰，牺牲性命的行为。当咱来看司提反伫咧大祭司面头前所讲的迄段话，讲起亚伯拉罕到大卫的经历，讲起上帝的作为，然后讲起看见耶稣基督坐伫上帝的大边，然后伊就互人用石头拍死。甚至伫迄个时代，有侪的基督徒，伊敢若讲出短一句，我相信。伊就互人拍死啊！这段我相信，就是上早遮的基督徒用性命、用血、用目屎所写出来的使徒圣经。我相信，圣经的第一个功效，就是帮助咱伫咧大惊吓的中间，深深的知影。家己所相信、所坚持的是啥物？咱知影军队耶稣的遮个门徒，敢若有约翰，伊毋是因为殉教，因为信仰，因为殉教即个方式来死的。其他的门徒拢是用殉教的遮个方式来死。为虾米因最后愿意用因的性命来承认即份信仰？因为因亲身来体会到死过活的耶稣基督徛伫因的面前，而且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也因为这个信仰，嘛因为因安尼的选择，一直遮的门徒，甲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传到咱这代。所以咱嘛要来面对，就是讲，咱嘛有需要重新来思考是，咱嘛爱甲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捌。
才会当有赢过即个生命中间风险的困难。当咱真实来明白即个上帝的时阵，咱就有赢过即个试探、攻击、甲邪神攻击的即个困难。所以，当咱来看第8章的中间，这个门徒因明明就是即个明明头前耶稣就有行一寡神业，对毋对？但是因对伊耶稣基督，伊无一个正确的明白。要对对看出来，伫8章24节的时阵，伊是毋是讲啥物？先生，先生，起来啦，先生啊！风影遮大船拢要变去啊！你搁咧困？即个先生是啥物意思？就是老师嘛吼，列比的意思，就是拉比的意思。因是看做伊是一个先生，尊重伊、尊敬伊，而且要军队伊。甚至伊认为讲，伊可能是一个较有温数的老师啦，甚至是讲伊可能是一个革命分子，要带领阮做伙来推翻这个政权，也是啥物的。因对耶稣基督拢有一个无共款的想法，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耶稣互因知影，伊真正的身份是啥物。所以，当咱咧看这个门徒，因无正确明白耶稣的时阵，因就无有真正的信心，会当帮助因伫这个风影中间有平安。当咱咧看这个经文，经过这章了后，到后一章，看到一个新约，就是第9章所记载5块饼、2尾鱼的这个新约。当经历这个新约了后，耶稣搁问一解，耶稣问门徒讲：“按恁讲，我到底是啥？”只是彼得回答讲啥物？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对啦，这就是正确的明白，100分。若是安尼，到底耶稣基督是啥？当咱来看今仔经文的后一段故事。可能有的兄弟姊妹想讲奇怪，啥今仔日经文吼到28节就结束啊？明明故事下骹阁有嘛，对毋对？因为伊遮就讲到的，就是重点，就是这28节伊就讲到我想要讲的重点啊，就是即个互一群邪神来附身的即个人，当伊撞到耶稣的时阵，伫伊内面的即个邪神吼，家己惊到要死啦。即个邪神伫即个人的内底惊到要死，做贼心虚吗？对不对？是安尼讲嘛吼，做贼，伊就伫遐开始话讲：至关上帝囝耶稣啊，你莫插我，我恳求你，毋通互我苦楚。至关上帝囝，伫遮伊嘛承认讲啥物？耶稣是至关上帝囝。咱会发现讲。竟然门徒所未看清楚的这个身份，煞是互这个邪神来表明出来的。有时我咧想讲吼，凡说是迄当时耶稣吼，挑工去甲这个人心内的邪神来甲吓惊吼，啊，互伊讲出一寡话，啊，来挑工要互这个门徒有一个提醒。所以当真正的上帝。万王的王临在时，撒旦、邪神、魔鬼就会离开咱。这是因为伫这个世界已经无比上帝搁较大个啊。甚至咱反倒来看，对撒旦的喙内底所来了解的一个真理，就是当咱的生命来明白迄位独一的真神、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咱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咱就有对抗邪神的这个困难，咱就有分别做圣的困难。所以伫经文中的这个人，因为耶稣真实显明伫伊面前，耶稣透过伊的生命来帮助这个人明白真正的耶稣基督，真正上帝的囝。所以这个人，伊就成做一个为上帝、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人。这嘛特别伫生活伫即个末世的咱吼，末世的咱，更加爱来注意的即件代志，就是迄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较早我伫咧屏东市市的教会的青年敲互我，伊就讲吼伊讲李孝哥哥啊，
阮朋友最近招我去教会，因教会看起来怪怪。我讲安怎怪怪？伊讲因迄哪会做长老遮好做啊？逐个拢长老。因阁拢骑脚踏车呢，拢讲英文，讲叫我来去因教会学英文，阁拍篮球，听起来袂歹呢。我敢会使去？恁敢知影伊讲的是啥物教？摩门教吼，系啊，若要做长老的吼，甲进去啊，莫去，开玩笑的，真正莫去哦。伫迄个即个摩门教吼，甲咱所信的敢有共款？无共对毋对？伊所信的是三位三体的上帝。简单来讲啦，即摆无时间讲遮济，但是咱所信的是啥物？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即个弟弟来敲电话来甲我问的时阵，我当然甲伊做一寡回应，嘛互伊知影讲，咱的信仰甲因的信仰无共的所在，甚至因阁有相信一本叫《摩尔门经》，这就是因家己所编写出来嘛，对毋对？但是咱所信的是啥物？就是圣经尔嘛。所以其实对即个经验，就会当来知影讲，到底咱有清楚知影三位一体上帝敢有重要，真重要。而且咱敢有准备好要来回应，甲阮亲像足相像的信仰，但是其实是无共的。咱敢有法度回应？伫咧末世的即个基督徒吼，应该爱更加爱有心理准备啦。就是吼，咱的信仰爱随时来面对挑战。这个挑战可能是社会的议题的冲突，可能是政治的立场的对立，甚至是讲有侪甲咱真相像的才会信仰出来。也因为安尼，咱才有需要圣经来成做咱信仰的根基。因为安尼，咱才会当来掠着信仰的根基，更加来帮助身躯边的人来明白真实的信仰，帮助身躯边的人来明白真实的信仰。所以这就是圣经的第二个功效。圣经的第二个功效就是帮助咱伫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安全的范围内底来追求咱的信仰。也因为安尼，虽然基督教信仰有侪无共款的宗派，但是只要这个宗派有宣认使徒圣经，也是讲尼西亚圣经等等，遮伫咧大公会议所定出来的圣经，咱拢承认讲，因就是属伫即个正统的一个基督信仰内底。所以有时阵吼，我咧写讲道片，我嘛是爱去查资料嘛吼。我咧看迄个网络，大家嘛爱小心。有时阵看敢真有道理呢，愈看愈啊奇怪，结果我去发现讲，耶和华见证人呢。有时阵咱咧查一寡资料的时阵，爱特别来看的，就是即个网络的背景，伊是啥物款的信仰。所以，当我有时阵咧查资料，我会特别去看，伊通常若是较正式的一个网络，伊拢会写讲我所宣认的信仰是啥物，是使徒圣经的，伊就开始讲我信上帝全能被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当时间开始讲，对不对？伫这个过程中，咱就会当较来相信讲伊所写的内容。当然，咱咧读的时阵嘛是爱思考啦。但是我咧讲的时阵，我咧讲的意思就是讲，有时阵伫网络有足侪款无共款的资讯，无论是影片，也是讲。从阮爸爸嘛是刚教人伫赖顶管传互我看一款影片，遮个物件其实有时阵咱爱真小心，有可能甲咱的信仰无共，咱要安怎分辨呢？就是咱有掠着圣经的即个要义，圣经的一个真理的根基，咱就有法度伫即个生活中间来分辨，到底这是合伫我的信仰的吗？还是这是无合伫我的信仰的？所以，这个圣经的功能，就是讲来帮助咱来明白真实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佮有护教。啥物是护教？护教就是为着真理来辩护，甚至是将真理来解说，互遐无了解的人来理解，互受到其他信仰影响的人，甚至是基督信仰所产生误会的人，来重新来明白这个信仰。这就是圣经的功效。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伫今仔日这个第一讲，咱做伙来思考。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
咱可能爱先来理解的就是，其实伫耶稣迄个时阵，使徒阁无即种啥物三位一体的神学的观念。即个神学的观念是一直到大公会议第一摆的大公会议的时阵，经过无共款、侪无共款背景的即个主教，因有真侪的讨论所定落来。这嘛是要为着要面对迄当时因迄个世代有侪的异端，也是讲有哲学的迄个思想的影响，至到因必须爱来做一个统一的教导，互遮的信徒会当来理解即个信仰真理的一个教导。所以透过今仔日即个经文的两个故事，咱会当来看见耶稣伊平静即个风甲影，咱看见耶稣甲创造世间万物的即个主宰的关系，甚至咱看见伊的权柄，就是出自天父上帝的气力。也因为安尼，咱得到赢过死亡的气力；因为安尼，咱阁有搬过艰难的信心。咱透过即个邪神的即个喙，来讲出耶稣基督就是迄个至圣上帝、至高上帝的囝。这是对耶稣神性、神性的一个肯定，也是对一个全能创造的主宰、创造咱的即个天父上帝有一个更加较深的认捌。其实即个上帝伫咧人类的历史内底，科学家咧找的科学家咧找的答案，也是讲哲学家的思想的尽头，到最后拢归伫一个啥物？就是咱所信的阿爸爸上帝。伊是一个超越大自然一切科学会当解说，科学袂当解说，可能是过去的代志、现在的代志、未来的代志，可能是咱的性命，也是讲是咱的心中的即个灵，拢是在伫伊。这一切拢是出自即个全能的阿爸爸上帝。然后重点来啊，伊疼咱。伊疼咱做宝贝，并且伊透过耶稣基督的性命，咱来展现。也因为安尼，咱有赢过撒旦黑暗权势的即个气力甲权柄。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可能我今仔日讲的可能淡薄仔一直拢咧重复，但是我是要互大家知影的是讲，恁敢有法度想象讲，我头拄讲的遮的上帝，无论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管理海管理一切物件，超越大自然的这个上帝，是疼阮的阿爸爸上帝吗？咱敢有相信这位上帝真正是疼咱的阿爸爸上帝？其实伫咧信心的另外一面，毋那是无相信那尔。信心的颠倒面是一个惊吓。若是无信心，就会惊吓，就会无平安。所以，咱对耶稣的信心，敢有法度帮助咱伫咧风影中游玩安稳自在。耶稣伊邀请彼得伊徛伫即个行去海的顶面，因为彼得伊会相信，所以伊体会到神影。但是当伊看到四围的海影安尼冲过来的时阵，伊惊吓。所以，伊跋落海内底。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是毋是嘛亲像时刻经历着四围的风影，亲像咱就伫即个四围的风影中间，至到咱拢无法度来享受讲，咱伫教会逐工拢咧讲的平安。亲爱兄弟姊妹，我知影我可能无法度透过一届的讲道，就帮助咱每一个人。来起着对上帝全然的信心，但是我真正来邀请大家伫咧生活中间的困境中，伊来选择来相信这位疼你的阿爸爸上帝，这位全能的阿爸爸上帝，这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宰，就是咱的阿爸爸上帝。当咱求的时，迄位天父上帝总是会为你陪伴，伊看做好的安排。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所以咱有权柄来对抗这个互撒旦所控制的这个世界。也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咱也会着时刻提醒家己的行为，
只有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正确的认捌，咱才有法度伫咧即个世代带出一个大大的影响力。即个影响力毋若是互咱得到赢过四位风影的困难尔，甚至是伫大风影中间，佮成做拯救灵魂的人，互咱伫咧身躯边的人，因为看到咱的性命所发出的迄种喜乐，有望有疼的性命的款式，因就要想要来认捌即位上帝，因就要想要来看见即位实实在在疼的源头，咱的阿爸爸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听阮全能的阿爸爸上帝，阮真正感谢你。伫咧创世的时阵，你就将阮每一个人放伫你的计划中间。无论阮是啥物款的人，无论阮做过啥物款的代志，当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你就愿意接纳阮，成做你的囝儿。你就用你丰盛的慈悲，你的疼痛，你的恩典，来到阮的生活同在。求你来帮助阮，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会当来了解阮的信心，要起坐伫这位真实的上帝、真实的耶稣基督，就是你阮来展现的。互阮会当起坐一个正确的认捌，有正确的信心，互阮伫咧经历着侪侪困境的时阵，我靠你，阮有搬过遮风影，搬过遮艰难的困难。求你帮助阮，伫阮生活中间，有真好的思考，时刻来思考阮的信仰，嘛来看到阮身躯边的人的需要，成全因的帮助。阮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生活，拢仰望伫你的手中。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三甲大金圣诗第573首，圣诗第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即使魔鬼在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疼我到极，伊要牵我手。请起立跟全首。
请坐，即时来奉献。请坐。即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请大家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遍。耶稣听见就应伊讲，毋免惊，只有着信，你就得着救。路加福音第8章50节。耶稣听见就应伊讲，毋免惊，只有着信，伊就得着救。路加福音第8章50节。下周的圣工分担，领唱是圣歌队苏丽、张景伦执事、苏琴、苏云维姊妹；献诗是圣歌队苏宪、张恩兴、曹明祥执事；交台张恩兴执事甲陈丽华姊妹。音控陈佑珍、周宏邦兄弟。来主聚会内容：拜三查经基督会题目是撒母耳下卷第20章，主理是李传道，司会是廖以乐刘乐。下周的台语礼拜题目是甘愿互上主引带。
经文是《使徒行传》第8章第26节到40节。圣诗甲启引文甲金句的部分，请大家家己来看。主理是陈世荣牧师。请先到周报的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是礼拜停事的调节。咱第一礼拜平安礼的停事会伫小等的报告的了后，请大家会当彼此请安，然后来唱圣诗第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第2点，小会公告召开定期会员好会，本会要定伫1月28号召开2024年会员好会。会员的名单以及顶年度的会友的奉献已经搭伫1楼的公布栏。若是有要请假的兄弟，请小会书记柯关贤长老，也是张文玲长老来提出。迄礼拜的即摆的好会要进行本会3位执事的补选。迄礼拜是联合礼拜，无华语礼拜。第3点，总务组通知，今年度的教会摒扫的日子是要定伫1月28号好会结束了后来进行。各单位的摒扫的位置表伫周报的第9页。迄天有准备中昼顿，若是有要调整摒扫时间的单位，请周义信长老来调整。另外，爱提醒各位兄弟，若是有家己的物件囥伫教会，请提早来将你的物件提转去。好，第4点，财务组通知要定伫本主日上午11点伫会议室进行2023年度全年度的校谱检查，请各团契来准备校谱以及评鉴来受检。第5点，少年团契的学生陈俊明要伫1月20号到22号来参加大学的考试，请兄弟来代祷，由上主来保守伊来进入适合的学校。第6点，下主日1月21号12点30分要伫地下室1楼召开2023年度感恩节甲圣诞节检讨会，以及2024年礼拜组的第1季会议。请礼拜组的同工以及感恩节、圣诞节参务人员来参加。第7点，下主日是1月21号要邀请新德中会大德教会陈世荣牧师来请安建道以及建堂的募款，请兄弟关心来代祷。毋知今仔日有新来的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第一位咱要介绍是林碧雅、林品雅夫妇，嘿，是伫遐徛，欢迎大家。好，请坐，欢迎恁来。好，第2位蔡依婷姐妹，今仔日带一个细汉囡仔、细汉婴仔，婴仔第一摆来咱的教会，咱嘛欢迎伊以后会当定来小朋友好。过来过来，敢是伫楼顶招恁兄招恁兄为美国顶啊爱敢伫楼顶，等下咱嘛大家会当甲伊拍招呼招恁兄后带伊的朋友带伊朋友陈振中陈正中先生我那拢伫楼顶等下咱伫迄行平安礼的时阵大家嘛当甲伊拍招呼好，以上。咱即摆要邀请大家咱来行平安礼。顶礼拜讲咱是头一届，大家较避暑，所以我讲5个我感觉毋对呢，大家真正5个就结束呢。所以我即摆邀请你，咱即摆拢真习惯坐伫固定的位着，所以你回头看者，若边仔是你定定咧甲伊拍招呼的确定毋通甲伊拍招呼。行较远的好无？
你看者有倒一区你较无熟悉，也是较少讲话，甲伊拍招，好无？所以今仔日毋是5个哦，可能要50个哦。好，来，咱开始行平安礼。好，咱做伙来唱，咱拢诚做一个人。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家己。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能力。所能无空怀的神，伊要修造我们，伊给人的注定，因为耶稣三样做注定。今仔日咱有一个红爷仔头一届来甲咱做伙做礼拜，所以牧师想要为这个红爷仔做一个祝福，来请依婷带你的细囝来到头前。我想耶稣真欢迎细囝来到伊的面前，来领受对上帝遐来的祝福。所以依婷甲咱介绍一下你的囡仔的大名。伊叫周英，周公的周，璎珞的璎。周英。对。好，周英吼，咱为着这个红爷仔，咱同心来甲伊祝福。依婷吼，依婷，咱同心来甲伊来为因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感谢你。你赏赐依婷阿某有一个丰富的产业，就是周英来到这个世间，进入到因的家庭。正做因未来咧养饲囡仔，伊的一个真好的产业。愿主你祝福伫周因的身躯顶，可以自细汉的时就来到圣殿，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主耶稣的祝福。愿世神甲这个家庭同在，时刻帮助因。当未来的路站，因咧拄着
任何的状况的事，因有上帝通瓦靠，愿主赐福伫伊，愿当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哦，已经很认真在听我讲话哦。哦，来拍拍给欢迎。这是来吟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应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麦倒。咱礼拜到这个所在，愿上帝祝福大家。
，Hello，我没有那个。